呢一個舞台，亦都係我哋上年成功創造一個歷史，450度室內全世界最大嘅旋轉舞台，你哋都有份㗎！冇觀眾又點為之一個舞台？啱唔啱先？因為係你哋俾咗呢一個舞台好多嘅動力同埋能量。希望頭先你都聽到阿 Jen 佢講嘅一番説話㗎啦，你哋嘅掌聲同埋歡呼聲要向呢一個舞台發放。我數3聲，你哋就要發放出嚟啦，好唔好啊？1 and 2 and 3。雖然有多咁活拍啫，你哋係咪俾我搞亂咗先？再嚟多次 ，3 and 2 and 1。話明係旋轉舞台，喺後邊倒翻上嚟數都一樣嘅啫。不如咁啦，正式咁樣數多1、2、3，我哋要嗌爆呢個場館。咪住，唔好咁激動啊！留翻啲能量，咪住先。我睇下嗰邊嘅觀眾知唔知道先？你哋知唔知啊？收唔收到啊？呢邊咧，左邊舞台咧，呢邊啊 ，OK， 呢邊咧 ，OK， 嗱，我準備數1、2、3，呢個舞台就會轉到你嗰邊㗎啦。嗱，預備 ，1、2、3。下去，我愛你，過去的一點一滴，沒有你的抽泣，什麼都不記，就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，那一天。